我想社会是有公道的，台湾人民心中绝对有一把尺来看待这些事情，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政治，尤其是政治人物，你的一言一行都要对这个社会负责，不要在这个时候在任何人的伤口上面撒盐巴。谢谢。后法。主席，我们这边谢谢。议长他在过去这段时间，其实虽然生病啊，但是每次他所挂念都不是他自己的病情，甚至不是他的家人，挂念的都是整个高雄目前的状况。那也一再的提醒我们，高雄不能走回头路。那所以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很遗憾，而且很难过哦。此时此刻啊，我想不管选举跟罢免，这都已经结束啊。大家要关心的是高雄未来的发展，还有台湾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。所以此时此刻啊，大家能够冷静理性去思考高雄未来的发展。我想这也是议长生前他念之在之的。那国民党一定会努力延续市长过去市长还有议长啊，他们过去对高雄的情感，还有对高雄的关心。就是国民党议员在网络上发表一些冷言冷语，甚至酸议长。那国民党这边除了愤怒，会谴责吗？我们当然谴责我想社会是有公道的，台湾人民心中绝对有一把尺来看待这些事情，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政治，尤其是政治人物，你的一言一行都要对这个社会负责，不要在这个时候在任何人的伤口上面撒盐巴。谢谢。主席，接下来国民党在高雄没有议长也没有市长，该怎么办？主席还要去有想好补选的事宜了吗？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这选有规划吗？谢谢啊。